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23，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风台的消息。强烈风台花加沙行驶的速度算是真紧，目前风台是往香港的方向在行。气象署已经伫咧早起8点半的时阵解除陆上的风台警报，那海上的警报上紧要到暗时才会解除。咱赶紧来看气象署最新的说明。第18号台风强烈台风华加沙的暴风圈已经离开恒春半岛，因此我们解除了陆上警报，持续发布海上警报。早上8点的时候，台风中心来到鹅銮鼻西南方，大约是35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往西北西的方向朝广东的海面移进，整个宜兰、花莲、台东以及屏东的山区有300毫米以上累积降雨，新北市的山区和桃园山区也有200毫米以上的降雨。至于未来36小时定量降雨预报，就如同我们所预估的，今天白天依旧是降雨明显的时候。好，不过傍晚到晚上开始，基隆北海岸和宜兰的雨势会稍微缓和一些，大台北也会比较缓和。可是，在整个花东、高屏山区的降雨依旧，只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8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降雨依旧区域，它大降雨的范围比较缩小了。至于到明天受到台风离开以后的外围环流影响，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依旧是降雨比较明显的区域。花莲山区和台东山区可能会有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出现，也提醒大家，就是因为花东山区有超大豪雨出现的可能，因此我们在发布警戒区域，花东是今天所预报的降雨警戒区域。屏东九鹏已经有14级的强阵风，兰屿13级的强阵风，北部海面的澎嘉屿也有11级的强阵风，甚至整个东半部的沿海，还有在从新北市到苗栗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普遍有9到10级的强阵风。而随着台风的位置往我们西南方的海面移动，今天上午的时候，高雄沿海、滨海这些地方，它的强阵风也会从6到7级增强到8到9级。在台湾海峡南部、巴士海峡以及东南部海面，还是可能有6米以上的浪高。我们也有针对在台东的滨海地区以及屏东的滨海地区发布巨浪告警，可能会有6米以上的浪。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受到风台的影响，风雨是算叫，尤其是东半部、高雄甲屏东，雨也是真大。咱来看云图。虽然风台花加沙的暴风圈已经渐渐离开咱台湾，不过一旦看到这外围环流这么大片，说来也是会落大雨。气象署早起针对全台湾14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花莲甲台东的山区拢是橘仔色超磅大水雨的警示，那宜兰甲高雄也有屏东的山区是红色的警示。提醒乡亲，这雨会真大，千万都唔通去山顶，嘛莫挖进溪边。另外，基隆北海岸甲东半部，也有中南部沿海甲偏湖、金门、马祖，影会真大。提醒乡亲都唔通挖进海边啊，确保安全。这个风台扫来，伫咧台东已经有车路淹水，绿岛外海嘛出现假雷啊风。那花莲的马太安溪的崩山湖，因为惊溢流，昨天下晡已经强制甲水尾7000外居民疏开。那交通的方面，火车南回线停驶，南回公路有部分的路段，昨天暗时10点都已经成预防性封起来。一波一波大影拍来，台东太马里、苏公园区影拍甲真凶，同款激起大影的也伫南回公路南兴段，不是拍就道路，台东屏东交界的桃花溪，尤其拄到718楼发生海水倒灌。这边风好强哦，我都站不住了。强度风台花加沙来时，暴风圈确定了后，花东雨势明显，3号海边公园外大影侵蚀堤防，几夜摆冲到水东门，伫绿岛看向外海，海上搁较有水咖雷，伫青堤顶，一阵阵的强降雨侵蚀也好台东的风景路，莫引水到大人的推倒。阴成这样子了，你看啊，再等一下哦，在越下越大的时候，这越满越高哦。第一次看到啊，蛮大的，越靠越近我就跑了。用座机先导提出国军干部出动，一家一户查访，展开有风险撤离，下坑里7000多人，毕竟花莲的马太安溪崩山湖，日1流不到20公尺水位会继续升悬，一旦崩堤，会严重威胁水尾的光复乡、万盈乡甲凤林顶。大部分的房子都是平房，那就算有2楼，也是都是极其简陋的铁皮搭建的2楼。
这应该是没有符合我们中央的垂直的一些的标准的作业程序。花甲沙来甲金雄登上今年封王，有继续增强可能公路局考虑安全，管制南回公路几个路段的外侧车道其中，屏东草埔甲新路路段，参台到木山的台东安厝甲屏东草埔段离暗10点有警线封闭。那公路高管南回铁路也宣布停驶。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目前风台要持续影响咱台湾，提醒乡亲都要注意安全。因若今仔日停班停课的情形，包括台东县、花莲县是全县拢停班停课。部分行政区停班停课的有高雄的南马社、桃园甲甲仙等5区，也佫有屏东的邦山、茶城、恒春甲满洲等12个乡镇是停班停课。宜兰嘛有8间学校停班停课，因若其他的所在是正常上班上课。风台内，大家上界关心的，除了风灾以外，就是敢有hiệu風台假。想袂到，竟然有高中生伫咧網絡頂用台南市長黃偉哲的相片烏白伫遐咧喊，驚講要hiệu風台假，害民眾誤會。黃偉哲講會追究法律的責任，嘛呼籲民眾莫烏白提這來講生笑。新的这个风台持续往西咧刷叮当，南部实地民众暗时拢真关心，看敢有达到放风台假的标准。而一旦市政府宣布正常上班上课，结果伫咧社交软体，所有人用伊家己的号号相片偷用台南市长黄伟哲的相，发布台南明仔载放假假消息，而且伊阁是一位高中学生，民众看到拢害头，认为安尼是无该特动，不太妥啊，不太能够这样子误导人家，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这个假其实不好啦，因为会。就是散播一些不实的消息。针对该生的不当行为，本校将尽速召开奖惩委员会，依校规妥善处置，同时加强全校学生网络使用规范与法律责任之宣导的教育。经过了解，这个偷用市长相片的高中查某学生，即阵已经知影唔对啊，校方这边嘛依照校规来处理。另外，这乱删用相片的事件唔敢来一层，有人佫较喊，那相片参市长同款，连号号嘛买同，市长嘛随下面背回澄清，伊嘛出面讲，这款代志会依法来追究，还是需要来依照法律的规定办理，这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如果法律允许，我们就尊重；如果法律不允许，我们就移送。本案经查非由市府正式发布，属不实讯息。本大对于掌握特定对象，将依法侦办。敢要放风台假，拢是经过市府评估了后，才对外公告。警方正咧调查，到时以灾害防救法第53条，罚30万至50万块。另外，有报上无影的信息，影响到公众，会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参100万以下罚金。呼吁民众唔通提这来乌白讲生笑。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台湾戏剧学院16年前爆出老师甲未成年的学生性侵等重大事件。不过因为学校长久甲压，致使学生受害15年。后来教育部甲学校3亿外补助款扣掉咧，学校才决定甲苏当时的校长等4个主管全部解聘。来看联合报。主计总处昨天发布8月份失业率是3.45%，连续3个月加权。主计总处讲，对顶关税影响，即嘛已经豆咧出现啊。过来看中国时报，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昨天正式公告，拢总有5个人会参选，10月初4会投票选出后一个首相。目前声势上大的是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甲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继续，咱要来关心台中成功岭传出射击的意外。有一个18岁义务役的新兵，昨天伫咧练考枪，不过哪像这枪支伫咧枪管内底提早崩去。这个阿兵哥伊倒边的面受伤是真严重，人全咧昏去，目前要当伫咧抢救，也那详细的原因要来调查。士兵全副武装，也着穿拍伫涂骹进行射靶的训练。台中成功岭义务役的新兵，22下昼用 T91步枪进行射靶训练时阵，唔知什么原因，竟至伫枪身内面爆炸，18岁姓肖的疑男面当伤。就是射击训练，送到医院的时候有意识。军方虽甲人送病院，医生讲伤势正严重。
倒边的面有大范围的开放性空喙，严重的颜面开放性骨折，流真侪血，倒类目睭帘严重损害。急诊时阵进行气切、空喙止血、烧血，各会大量的输液。针对目睭帘抑个伫咧，严格无法度确定敢看会到，头壳内底抑个几落块金属的碎片。左脸有一个很大面积的开放性的伤口，而且有合并这个严重的颜面性骨折跟出血。在急诊就启动大量输血，输了8个单位的红血球，还有这个大量的输液。乌日人生病院动员超过60位医护人员全力抢救，甲国军北港山病院的神经外科、整形外科医生责任动手术。陆军十分反讲，有遂通知家属，派高阶干部去病院处理，会协助医疗照护。原因到底是枪械、弹药还是人为？现在目前还没办法判定。伤势的稳定为优先考量。这个士兵用的是 T91各做步枪，也若是因为弹药的问题引起爆炸，或者是人为操作无顺利发生意外，军方会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陆军有一架军用卡车发生火烧车，烧甲敢若剩骨架，加载人是拢平安。军事专家讲，这款军用卡车因为已经伤旧啊，所以无专用的零件，即马敢若会当用别个牌子的零件来维修，所以呼吁应该爱赶紧换新车。消防车赶到现场，头前的车已经烧做火球，随赶紧救水线转水降温，车顶的人已经走出来，无人伤亡。到现场发现是一台军用的吉普车起火，已经全面起火燃烧。那现场了解是没有人受困的情形。导火车辆是军方悍马车，属于陆军10军团3条化学兵群。这个月19暗9点多，演训结束要登部队。经过中华田中中南路一段时，底盘突然窜出火，迄当时外边发现异状，赶紧停车，佮通报消防队。几台车最后烧甲剩架啊。那目前起火的原因由消防队在做鉴定中。国军悍马车最近几年一直有状况，2003年4月，金防部的密布弹小组车道的弹药导火，今年2月6军团也有一台悍马救护车火烧车，这摆是10军团的悍马车底盘导火，专家表示可能是引擎室机件老旧老油拄到高温引火。所以它过热以后，很有可能这个自排油从这个地方冒出来以后就滴到相对的排气管的头段，所以它造成了烧起来。军事专家指出，国军即马使用的悍马车，多数是1980年买的，使用较大机件老旧真歹找，目前拢是以无经过原厂认证的副厂件维修，那定故障也造成建设运用上拄着困难。它本身车体已经老化，而且它在过往我们用了太多的副厂零件，导致它很多的零件的强度跟原厂设计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有的车子整体的妥善状况就一直不好。机动员表示，国军目前有引进轻型甲中型战术轮车来使用，也毋过商用规格真歹应付实际需要。除了爱加速引进军规的联合轻型战术车，非战术需求的车种也爱加速替换，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事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爱国者飞弹的采购案到今已经18年啊。本地2027年就会结案，不过却传出美国这边希望延后。因为咱的空军司令部是干那回应讲有照计划咧执行。今晚有专家就分析，就算爱国者飞弹延后交货，咱的国产飞弹性能是愈来愈好，有法度来保卫咱的第一防线。国军试射爱国者例行飞弹，展现中国空军炸动能力。不过国军爱伫性能提升加采买爱3案件，执行较单已经18档。飞弹俱乐部因为国际情势严峻交锋，本来2027年要结案，即马传讲美商瑞信公司阁希望会当延期。空军司令部是讲，即马采购案各项工作拢有照发计师计划点执行。那我们也要求2027年那会全面性的交付完成。那所以目前所得知的状况，应该是不会有太大延迟的问题。伫国防部向行政院提的军购特别预算，通讲规模超过兆，包括要建造大阪金强航空网，空军将会启动另外一波采购1个赢3个连的爱3精进型航空飞弹案。专家讲，中国机国产的强强飞弹，炸动的高度超过70公里，比爱国者加强3又更加悬。
以后应该当负责打动大道飞弹第一线防线的责任。可能在东风时期这种变轨的战略备弹在实施变轨的动作之前，我们可以实施拦截，把它在变轨之前就把它打掉。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为着要促成川习会，今年热天决转一条超过4亿美金的对台军事援助。就有评认为，美国对台军援是美中台三方关系之间敏感的议题，美国应该尽量避免提出台面甲中国谈，而且谈判有各种建设，不代表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就是向北京让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罗西亚总统普丁日前讲。美国若是同意，罗西亚愿意甲2010年签署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搁再延长1年。美国白宫是讲，这听落是袂歹，也若刷来川普会亲身来回应这件代志。罗西亚总统普京讲，若是美国方面也同意，伊愿意甲明年2月到期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搁再延1年。Чтобы не 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дальнейшую гонку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ий, обеспечить приемлемый уровень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и и сдержанности, считаем оправданным попытаться сохранить на нынешнем достаточно турбулентном этапе сложившийся благодаря ДСНВ статус-кво.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данная мера станет жизнеспособной только при том условии, что США будут действовать аналогичным образом. The president is aware of this offer extended by President Putin, and I'll let him comment on it later. I think it sounds pretty good, but he wants to make some comments on that himself. 这项提议是普京伫咧罗西亚安全会议上公布，也正拄好是乌克兰想要游说川普对罗西亚实施更加严厉制裁时阵。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是目前美罗之间唯一有效有效的战略核武管制条约，规定双方各自部署的核子弹头的上限1550粒，载运的工具上最700件。这个条约是伫2010年开始签，2021年迄当阵的美国总统拜登甲普廷同意延长到2026年。川普捌伫咧7月时阵讲，伊希望这个条约明年2月到期了后，又会当维持战略核子武器部署数量的限制，也就是讲，伊无打算要放零对美罗核子武器部署的控制。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加拿大2日宣布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嘛加做7大工业国内底头一个宣布的。后续澳洲、英国、葡萄牙、比利时也有法国嘛缀咧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不过以色列这边是强调讲，伊讲巴勒斯坦绝对无可能建国。加拿大总理卡尼2日透过 X 平台大文宣布，加拿大承认巴勒斯坦国，嘛愿意甲巴勒斯坦国甲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共同建立和平未来。正做头一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7大工业国国家，尾啊澳洲甲英国嘛宣布承认。Australians want the killing to stop. Australians also, of course, don't want conflict to be brought to Australia. And Australians want the people of Palestine and the people of Israel to know a future of greater hope, true security, and real peace. In the face of the growing horror in the Middle East, we are acting to keep alive the possibility of peace and a two-state solution. That means a safe and secure Israel alongside a viable Palestinian state. So we are clear, this solution is not a reward for Hamas. 英加澳洲3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好亲像是大英国协成员国经过协调了后行动。比利时甲葡萄牙嘛已经做出同款的宣布。巴勒斯坦驻地政府主席阿巴斯2日欢迎这一国的承认行动，认为这是走向正义甲永久和平的必要做法。不过以色列是批评承认巴勒斯坦国是伫威胁以色列的生存，绝对不可能实现。אנחנו נצטרך להיאבק גם באו"ם וגם בכל הזירות האחרות מול התעמולה השקרית נגדנו והקריאות להקמת מדינה פלסטינית שתסכן את קיומנו ותהווה פרס אבסורדי לטרור. הקהילה הבינלאומית תשמע מאיתנו בעניין הזה בימים הקרובים. 美国国务院无愿意签名官员2日讲，美国真侪的盟友承认巴勒斯坦国，这拢是伫作秀。
目前联合国193个会员国，至少已经有145国承认巴勒斯坦。这波承认行动唔但传达，因为以色列对加沙甲约旦河西岸攻击的不满，也会成做重新检视甲以色列关系加施加压力的根据。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我来关心美国保守派网红瓜克中时头起互暗杀，而伊举行追思会有要10万人来参加。迄天川普嘛有到位。伊讲瓜克是为美国自由牺牲的历史，也拿瓜克因牵手讲伊愿意原谅凶手。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州农体育场日伊举办保守派青年运动家瓜克追思会，63000人的聚会全满，加上附近第二会场总计有10万名的支持者参加，因穿国旗配色的服装，也阮是绿茶、中心两铺等标语。现场充满宗教气氛，歌曲回送艾瑞卡登场的时，几啊摆后田引用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话，原谅刺杀红塞凶嫌，表示受训的答案都是无以受训来回应。That man, that young man, I forgive him. 国土安全部以美式卡球超级杯同款的上悬顶级戒备慰安，现场保守派正常兵流组织。川普甲已经拍拍感情的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搁一摆做回讲话。川普伫台顶俄罗歌曲这位少年政治家的名友是抱着上悬使命的传道者，肯定伊创立的美国专利点青年组织，为保守派贡献真济，也批评民主党的激进左派煽动政治暴力，希望凶险放破极刑。He did not hate his opponents. He wanted the best for them. That's where I disagreed with Charlie. I hate my opponent, and I don't want the best for them. I'm sorry. 典礼最后，川普伫舞台顶揽着日后的歌曲威霜，艾瑞克也会继承因翁的位置，担任美国专利店的执行长。几啊间的媒体甲网络专程直播这场追思会，会场外口卖歌曲 T-shirt 甲美甲，互美国搁一摆伟大纪念品的打非常哩真好。规个活动互共和党高层甲教会保守势力紧密结合，为美国保守运动注入更较强大的力量。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罗西亚这个月连续入侵北约的成员国，包括波兰、罗马尼亚、甲爱沙尼亚的领空，互北约甲欧盟加强东欧的监控甲警戒。川普嘛讲，罗西亚若是持续野关整势，美国就会出手来捍卫波兰甲波罗的海这个国家。叙利亚总统希拉今仔日参加联合国大会时阵，搁一摆呼吁华府爱正式解除根据2019年凯撒法对叙利亚的制裁。这是这60年来头一摆有叙利亚的头人出席联合国大会。来看欧盟网络安全局今仔日讲，最近欧洲几啊间大型的机场因自动报道的系统去互骇客入侵，规个袂顶袂动。这嘛显示这种类型的攻击对关键的基础设施甲产业造成的风险是愈来愈大。镜头我来看两项的争议。有咱国的民众讲，伊用咱台湾的护照要买中国属价航空、春秋航空的机票，煞是袂互伊买。不过，这服务人员是讲，因为因坚持一种的原则，落尾手这春秋航空是买回讲是因为系统故障，即嘛已经修理好势，若是摕台胞证甲台湾的护照，拢会使买。真侪人爱去美丽欧洲，过去不少台湾旅客会飞中国转机享受俗价机票，即马却传出可能有变数。有旅客分享用咱护照买中国春秋航班坐境外航班，所被通知退票原因是证件无符合。如果真的有这个规定，影响应该很小吧？怎么说？很少做春秋啊。春秋是一个廉价航空嘛，当然很少做它。怎么可能呢？这个很多台商也有拿居住证的。他怎么能够不让他搭飞机呢？春秋航空是中国属的航空公司，有飞上海浦东飞台湾桃园机场航班，也有上海飞新加坡、日本佐贺、韩国济州岛、东南亚是飞越南河内、泰国曼谷、柬埔寨金边等地。受影响是买春秋航空为中国飞海外，包含日本、泰国、南韩等地机票。台湾、中国之间使用台胞证无影响。民众问春秋航空客户得到初步回应是讲，因为一种原则。
要这样子方式，那我很简单，我就不搭乘你的，我搭乘别家的嘛。也不因为你全球航空又是廉价航空，我可以到东航、南航啊。但是政治意味会比较像一个现象是，会不会引起其他的效应？那会还有影响到什么？影响到有些我们要从台湾飞欧洲的班机，可能从中国大陆进去，它票价会比较便宜。针对消息，陆委会初步表示，咧了解具体状况，对相关消息引起讨论。春秋航空透过公关回应，未甲政治发边，是因为系统故障，才无法度买票，一直到2日中昼已经全部恢复正常。咱的护照大保证拢用正常买票，亲像为中国要出境到第三国，都是用大保证离境，到第三国搁用咱的护照入境。记者综合报道。也那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今年是轮到上海主办，本地9月25就要起稿，不过台北市府昨天却是宣布要延期。那也怀疑讲，这敢是中央伫咧刁难咧？陆委会讲，移民署本地按算昨天就会发签证给访问团，台北市府雄雄宣布要延期，因嘛惊一条。原本9月25到27日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台北市府煞伫2日透早紧急发出声明，表示需要搁较周全准备，决定延期。副市长林玉华证实，延后举办看时间2份合作备忘录的3方参详关系。那大家也知道，这个磋商是包括台北市要跟中央部会，还有跟上海方，不一定是陆委会。然后另外，单分论坛的部分也是有些细节呢，我们都觉得还不够的完备了哈。国民党台北市机关将会馆开第一场，将目标对准中央共调南两岸交流。合作备忘录其实也是为了促进两岸城市之间的交流以及治理而已啊，不影响任何的国家安全。但直至现在为止，中央政府还是迟迟对内容没有确定。单委员、议员的资料到底是哪来的？他好像什么时候变成市政府的发言人？我们也呼吁市政府在 MOU 的内容，不是你签订完才送来市议会，应该是你要在这个签订前。那拟定完应该也要送到市议会来，让议员来监督。台北市府进程一直无讲正式的举办一期，不过伫9月11日向陆委会提出申请，照惯例审查差不多需要2礼拜时间。也同时伫10日通知媒体行前准备工作，进入临时法庭。被点名技术性刁难，陆委会也出面澄清。到上个礼拜5，大家都应该已经初步都达成共识了。那本来想说应该会很顺利，今天本来是移民署就已经要发证，让他们全团都可以去了，所以我们也有点意外，那也有点遗憾。被看做是目前两岸为医官方正式活动交流跟大个双城论坛，为2010年到即马连续14年无断过。陆委会表示，一直拢是扮演协助的角色，但台北市府重新搁申请，也赶快积极协调甲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海巡署13发现一只外籍渔船，顶悬挂咱国的国旗，不过并无开船仔辨识的系统，看落是感觉真奇怪。上船去检查了后，发现讲这船仔顶竟然有超过718公斤的毒品。目前专案已经送地检署侦办。接近该艘可疑的船只，准备进行登检。伫寮片头西南方大约128海里的公海海峡，咱国海巡人员发现可疑的船只，造成几摆警示声示警，因为对方毋那是加速逃走，甚至冲撞咱国舰艇。船队了，这边3队，停船了。一直到达到1点钟，海巡人员找到机会，紧紧跳起来，下令对方停止行动。13发现的这只外籍渔船，那关掉船的识别系统，搁条共挂咱国国旗。一查才发现是一只为柬埔寨出港的三无渔船。这什么？不知道啊。这叫大麻。大麻，找来这套，所有东西都给清出来。船顶4个人拢是中国籍，问啥物拢唔知。因过甲巴顶外观亲像风水地啊，有48地调查发现，干那离轨毒品大麻就超过472公斤，一级毒品也有209公斤，期待超过15亿。查缉的过程堪称戏剧性我们原本是要抓偷渡，那结果抓到毒品。台湾毕竟是毒品的输入国，像这类的毒品来源还是属于东南亚、中国大陆这部分也是会有运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以这个案子来说，因为它从柬埔寨出港，那船上有那么大宗，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初步判断它是母桶的一个状况。
海巡署已经报称台南地检署扩大侦办各项顶面调查，不过专家也点出，目前想要偌济海上毒品伫情报掌握密密层的调查，甲执法强度恐惊都面临挑战。即便你掌握那个船舶的方位，你要上去查的时候，不知道说哪边有密窝或密藏，都是叫瞎子摸象。所以说，就是很仰赖就是执法者的经验，怎么样运用我们的强制力，包括最后不得已的武器行使的问题，一直以来呢都很困扰我们。专家认为，进前金门指控艺术事件已经互前线海巡人员感觉压力，呼吁政府爱护海巡器械使用条例更加接地气，希望为人员训练装备提升，到发展面拢会当有完善的讨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我来看9月中，行政院长杜永泰讲，受到在位法的影响，营养午餐使用国产食材的经费，明年会改做是地方政府来负担。不过，业者甲农民就烦恼讲，地方到大拢也未编预算，到时可能会影响到因的收入。因那主计总处是讲，已经有甲地方政府开会，会用中央统筹分配款来编预算。在位法直直引起争议，学校营养午餐嘛可能会受到影响。有团产业者指出，营养午餐若使用3种1Q国产食材，中央有补助奖励金，一年大约38亿。过去是由地方政府向行政院提报奖励金的需求，不过9月13，行政院长杜永泰表示，根据在位法的事权分配，营养午餐未来该地方政府负担。团产业者指出，中央说也未发公文请地方负责，因要求款节就讲清楚，若无恐惊影响到明年营养午餐的国产食材供应。地方的部分，目前我得知的讯息，他们也没有编列。那到底在115年会计年度1月1号，厂商到底要不要执行学校午餐使用国产食材？这部分其实会造成很多伤害，比如说学生他的供应品质的伤害，再来是农民。有农民指出，即阵受到关税战的影响，美国农产若以增加建设力来恐惊冲击台湾农民，那阵地方嘛无编营养午餐的相关预算，甚至用美国农产来取代台湾农产，恐惊有超过10万的农民收入受到影响。因那国教兵是呼吁上要紧的，要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嘛呼吁政府赶紧敲切。由地方自我决定，那就有一个问题呢，他会不会继续使用国产食材？许多进口食材先把关，依照美国的一个要求状况底下的时候，那我们到底把我们孩童的健康放在哪里？地方跟中央还是要维持一个最高原则啦，就是孩子的午餐不能中断，要吃得很安心。这些东西是必定要坚持的。针对营养午餐的款节分配和3种1Q的食材补助，国教署表示，根据学校卫生法有规定，学校应当优先采用有认证的优良在地农产品。另外，行政院主计总处嘛发生文告回应，讲17已经有招地方政府开会，请地方以中央统筹分配税款来办理和编预算。记者卢尚书、郑俊尧台北报道。即卖诈骗是世界样样飞，有嫌犯伫咧网络顶陪人开讲骗人的感情，即卖查到有26个人受害，其中有一个28岁阿兵哥了上济，红拐400多万。那另外一件是即卖 iPhone 推出新的机仔，有嫌犯伫咧网络顶讲伊要甲旧机仔俗俗啊卖掉，有民众照伊的指示甲钱汇过，现随哄骗10万块。和翁仔翕相传互查某朋友，毋过镜头头前的查某囡仔敢若是收钱演戏。警察公派不法疑点是部感情诈骗，查到的男成员竟是查某囡仔甲网友交心，但时机成熟，派出所嫌犯实际见面，一步一步得到信任，分3阶段设陷阱。逐步要求购买高额礼品，再以家人欠债等理由诈取巨款。警方调查，诈欺集团准备好赎价破烂，盗办翁仔和女嫌犯重复使用，犯罪内部介绍相关有关20倍，要求10人付钱，这20多岁职业军人损失400多万上济。毋过受骗16人无人报案，拢无相信被诈骗，自认单纯分手。该案件爆出来是今年5月有人受乌邦教唆创一诊所，拍气科医生，检验意外查到案外案。毋过诈欺犯罪是愈骗愈猖狂，各大热门议题。也用骗人。iPhone 17多上市，社群多人大部分换手机啊，讲是家己用旧机 iPhone 16 Pro Max 卖高成新卖4500，欠债15小价私信，被用假超商交汇变高价，损失10万。伪造便利超商的客服，然后指示这位被害人操作金流的验证，一验证下去的话，就等于是让被害人的钱
转走。民众想要说，比市价低，或者是以贪便宜的方式，我觉得无可厚非。人买东西本来就这样子啊。但你必须要理解说，其实在这上面所看到的资讯，你都要特别的谨慎。警方统计，今年8月网络买物件诈欺案超过3400多件，占全部案件类型上侪。更加提醒网络交易陷阱多，选用信任媒介来自保，影响民众提回降低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有关交通的消息，桃园一个运往回台北经过直头的车是无停 A7 体育大学这站的，不过这需要坐车的人其实嘛真多，便若到上班的时间排队是排到6长，所以即马捷运公司宣布，甲透早7点41分本地无停 A7 的车改做是逐站拢有停，希望会当消透民众坐车的困扰。上班时间来到机场捷运 A7 体育大学站，规个车站拢是人排队排到落长，这是旧山要去台北上班的民众，逐工拢爱面对的问题。因为 A7 上班的人住进来的人非常多，然后再加上班次的间距真的太大。所以说，那个每一班真的是挤的，是真的都很夸张。而且目前桃园旧山区就干那 A8 中间病医站有直头的车帮，经过 A7 体育大学站的人过无停，这互民众感觉真无公平。这里搭车的人也蛮多的，对，所以会觉得有点为什么 A8 有那 A7 没有的感觉。为着要解决民众的问题，机场捷运宣布对10月份开始取消透早7点41分 A8 中间病院这撮直头的列车，这班会改做每一站拢停。不过有议员指出，安尼做法无度真正解决问题。这只是暂时的做法，根本的做法是爱同款换系统，买车厢增加班次，这是咱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啊。那有关于桃捷公司增购列车的进度，因为车载号志系统有部分设备已经停产，那经过扩充系统的报价高达新台币110亿元。那我们后续将视整个运量的一个成长状况，滚动检讨列车增购的需求。桃园捷运表示，若是要买新的列车，就需要把规套旧的号志系统换掉，是大笔的金额。而且目前这套旧的系统评估阁会当用20档，所以未来会思考配套应用。目前优先考虑透过取消直头的车帮，也是增加车座来改善通勤问题。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现在伫桃园平镇的中正市场，即马整修了后，人是比永过搁较侪。有的民众车单直接驶入去，这路是挤甲直通通。所以市府按算讲，逐工透早7点至下晡1点，禁止汽机车入去市场。目前已经咧试办，看到时效果啥款。车来去，桃园平镇区中正市场整修了后，每工早起买物件时间打环保会塞车之外，民众买物件也骑车之外，路人怨叹会互汽机车弄到受伤的风险。市府要针对中正市场周边实施交通新措施，特定时间禁止汽机车之外，8月中已经先试办。中山市场周边的道路禁止汽机车进入的范围为中山路隆平路口至隆平路133号，管制的时间为上午7点至下午1点。市场周围部分管制标志已经设好啊。经发局表示，等交通局完成标志设置、甲标线这设施佮广告作业了后，开始执行。后续经发局也制作新措施的宣导品，清楚告知周边住户甲打翻。暗过地方希望干那禁止汽车通行，暗过开放机车通过。茂山路及茂通往后龙街以及中龙街的部分，管制的时间是早上7点到下午1点，刚好是接送小朋友上学的时间。在这个时间点上，是不是能够做调整？现在的人买菜都是骑机车来，走路的人比较少。那汽车不能进来，我们就没有生意好做啦。希望可以禁止汽车进入，然后摩托车让他可以进来买菜，让他们，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买了就走了。然后那个停车场可以让他们免费，摩托车20块可以免费。针对中正市场周围道路禁车，目前暂定10月1日开始。未来民众管制时段违规塞车、骑车进入市场，会因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第2项第3款，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无遵守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指示，会罚900到1000。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的码头山呢，车去互偷倒废弃物，17个偷盗的人煞无伫咧期限内清掉。彰化环保局已经先去清理，后续会甲行为人讨处理的费用，也佮有追究相关的责任。细只怪手甲带伫咧土地废弃物卡入去太空包内底，装填了后，才佮用大只怪手吊去边仔坑，准备再去处理厂。码头山红偷盗的废弃物，7位行为人无伫限期内清完。22透早，环保局随派怪手来乌土装地。环保局讲，受影响的土地有3地，总面积大约1000多平方，因会正式发文予地主限期清完。因为其中一地是市府的，会当代行来清。对出款团认为，行政定数来去伤了时间，市府爱直接申请，唔通搁等。阮拢袂食袂困真呢，阮若想着风甲雨要来啊，污染就伫遮，阮逐工就暴露伫即个环境的迄个危险的当中啊。是啊，阮希望政府爱随甲阮清好。环保局表示，因为清运的费用爱甲行为人甲地主讨，所以有一定的行政定数。若是无来清，由市府代替清运，后续的费用会当强制执行，甚至拍卖这2块土地。环保局强调，因为无共的废弃物处理费用也爱分开算，亲像阿鲁米的废弃物一栋就爱4万，现场到底贷偌深，量有偌济，爱开偌济钱，拢爱等全部处理好势才会知。要等到整个开挖出来的数量，好，然后再看一下它的种类，好之后才有办法很详细的去评估。这也是为什么要代理询完之后，我才会能够把真正的所有的执行的一个金额，然后再跟所谓的行为人或者是地主来这边要求缴纳多少钱。对咧清运速度爱紧，款团也碰现场的保护措施无做好，遮侪篷布拢破空，若是风台雨佮落落去，污染物会对咧渗入去土地。环保局表示，这部分有要求施工人员爱加强改善。记者邝家族、柯兆勇、高雄场报道。固定古迹嘉义城隍庙，旧历7月份鬼门关了后，拢会伫咱人8月初1夜巡自罗城，为地方来祈求平安，才会举行起驾仪式。总统热情地祝福嘉义城隍庙城隍爷的成就来起驾，代表着嘉义市夜巡自罗城的活动正式开始。一寡民众为中到时啊，就伫庙埕外口等，准备要对神轿后壁参与牙家改下科仪。因为其实他们平常比较多会去追妈祖，然后我觉得城隍爷就是城隍祭，这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来体验看看。互大家身心灵拢会感觉会当施持一下。互咱嘉义的，嘛是全世界台湾的人拢知影咱嘉义县有这个活动。固定古迹嘉义城隍庙伫旧历7月鬼门关了后，拢会伫8月初1来夜巡自罗城，替地方祈求平安。嘉义城隍庙表示，为着要有传统的宗教文化，会当用创新的方式来推广。今年暗时的夜巡活动，除了邀请民俗表演团体演出以外，嘛邀请民众做伙来化妆采街，希望发展嘉义市的宗教观光。把最在地也是最国际的神圣的一些特色宗教文化希望能够跟全国的民众大家共同来分享。除了暗时的夜巡采街，嘉义城隍庙即届阁邀请来自金门、澎湖、恒春、南方澳、台北下海甲新竹6大城隍庙来到嘉义。嘉义城隍庙就表示，这毋但是信仰的文化交流，嘛希望延续在地宗教的文化底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一年一届万人收过日月潭的活动，9月28就要来举办。今年有2万多人来报名。南投县府伫咧日月潭办祈福的仪式，嘛讲交通的管制甲医疗站相关的措施，拢会准备好势。日月潭国际万人引导28举行，南投县政府22早起伫日月潭的钓鱼码头办祈福仪式，祈求活动顺利。官府指出，今年拢总有24736人参加，估计起因超过5万的人丁来遮。建议交通会较完整的啦，会使较提早甲民众讲，什么时间管制的部分。当地要上班的人会进不来。因为他原本是8点上班，变成我要提早来，不然就是要延后才有办法进来。针对当地的一些要上班族来这边上班的人，看有没有另外一张可以通行的方式。南投县府表示，东港早起6点会开始交通管制，台21线环潭公路敢若会当行顺时针方向，请用路人配合。嘛建议当地人也是伫遮上班的民众，会当骑机车出入。另外，县府伫钓鱼、伊达小码头、九龙口拢有设医疗站，嘛安排空勤总队待命。那
那这次的交通呢，还有医疗上面呢，我们也是用尽了所有的这个人力啊，尤其在医疗上面，我们可以说是陆海空的这个设备啊，竭诚的欢迎来自这个海内外的好朋友参与我们今年2025的日月港万人一渡的活动。今年万人收过一月潭的参加者当中，包括35个国家、361名国际选手以及130名省众选手。也那第11届一月潭公开水域游泳锦标赛27就会先举行，关护会民众来替民众加油。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2025年台湾世界展览伫咧中华举办。除了官方规划内容以外，还佫有一阵在地少年家因主动办食食相关体验的活动，希望用在地角度，互民众感受中华迷人的所在。有珍珠蚵仔风味的甜露，油冷做 cheese， 嘛有结合手机设计解谜游戏。今年台湾世界展伫中华举办，有在地青年团体自发性发起响应，伫世界展期间规划展览、食食体验等等的活动。阮会伫高滨街内面做一个展览，是甲风碗有关系。咱就介绍风碗的就较物产。比如讲羊肉啊，比如讲辣啊，各式各样的就较物产。我是一个科技的团队，然后即届我就甲有设计、甲导览的团队做合作。上特别的所在，就是敢带大家去食物件，我们有结合手机，然后实境解谜游戏，带大家发现无共款的中华哦。这边的在地团体响应有4个组织，计共17个单位，有的人是养殖业、农业的第2代，有的家己创业，拢是伫中华打拼真侪年的青年。因也指出，中华因为产业结构的关系，少年人要创业也是做在地创新，拢真困难。因希望透过自发性的响应，证明设计毋是包装尔尔，是会当走入生活、产业带来改变的。少年人比较重视的是在文化创意产业啊，或者是影音产业，但在彰化在这种创意人才上面其实是比较少的。这个台湾设计展在彰化，阮在中华的团队就把它集结不同的专业工作者，大家一起合作。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再生。在地团体表示，中华主要是传统制造业、农业、服务业为主。即便台湾世界展伫中华举办，伊嘛希望毋是干那表面好看，更加爱顾到地方的需求，嘛期待透过这个机会，带动中华设计甲文创产业的发展。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我来看美国头一个用海华海泳发电的计划，伫咧洛杉矶港启动，这是引起众人的关注。其实除了美国，咱台湾、甲葡萄牙、甲印度拢有类似的试验，咱做伙来看卖。经过将近2年审核甲环境影响评估连续繁琐的定数，美国第一个由业者甲非营利组织合作推动的基岸波浪能发电试验计划，最后伫洛杉矶港这个巨港区启用。目前发电功率也阁真有限，差不多敢若用提供100家庭来用电。技术开发业者希望未来能进一步扩大规模。There is the big breakwater of the port of LA and Long Beach, which is about 8 miles. And on 8 miles, we can install potentially up to 60 megawatts of power, which is around 60,000 households. 波浪能发电有真侪形式，这种是利用华顶的那小段浮筒，照海影上下推动活碳，将一角球照光线推入陆地电源的光环，增加压力，进一步让摩打转起来产生清洁电力。对追求零排放目标的洛杉矶港区来讲，应讲是选项之一。之所以来这里，一方面是想了解波浪能计划的可行性和效益，更想透过近距离接触，能够听听波浪能发电所造成的声响，以及设备对于海岸景观所造成的影响。台湾的学术界也在研发波浪能设备，苏澳港区无偌久之前也设出波浪发电试验场域，提供能源业者乘坐测试。咱伫洛杉矶也看到台湾业者派人来遮观摩。其实我们有注意到，尤其是他们这一组设备，在不仅是加强跟保护堤防的结构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也加上，因为他们是设置在岸上，所以在安装跟维运的部分其实都非常的快速跟方便。在工程技术面的部分，我们当然也要选择如何符合台湾的地形条件跟海象。公司国际记者张涵，美国洛杉矶报道。强烈风台花加沙行线的速度是真紧，
气象署伫咧早起8点半已经解除陆上的风台警报，然后海上的警报上紧爱到暗时才会解除。今仔日各地拢要是透风落雨的天气，伫咧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甲中南部沿海嘛会起大影，提醒乡亲都唔通去山区也是海边啊，确保安全。所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天气预报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1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4度。还有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